谭总，今天晚上小冉跟我走怎么样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谭总开玩笑的嘛，我这点意思你还不明白？张总喝多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你要是让小冉晚上跟我走的话，这合同的事情，我现在就能拍板，怎么样？喂，进包房接下人。我先让依然去车上等你，咱们再具体谈一下合同的事儿，然后让司机送你们两个回酒店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能把这合同给签了。安总。